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报道歌王文熙伫今年4月过身，伊台南的老厝边金美戏院独甲金甘蔗影展合作，选伫母亲节即天举办文熙经典电影《再见台北》的特别播送会，而且阁画一幅文熙的大型纪念看板挂伫路边，阁找来当年甲文熙做伙表演的四姊妹来参加纪念活动。有2层楼高的文熙纪念看板，车白即天现身府城的民权甲永福路口，派一支吉他的文熙，伊徛的所在就是少年时行过的路口。对面即间全美戏院，嘛是伊的老厝边。细汉吼，伊都伫遮大汉，一岁就住伫遮，伊拢爱看迄买场的电影，有当时下晡，我拢有看伊头要几十届的，拢来遮看电影。全美戏院的头家特别甲金甘蔗影展合作，初八即天替因心目中的台湾歌神举办纪念活动。民权路正做星光大道，第一粒台湾之星就是文熙。当年甲文熙四界表演的四姊妹，嘛做伙来怀念伊。伊遐尼早走吼，对阮来讲吼，实在是一大的损失啊。他到现在也有在创作，他还有一些歌曲都已经做好了，拢还未发表的。文化这人等于就代表咱台湾甲台语的文化，会想要伫遮来拍咱台语的电影，咱来号召全台湾所有拍片的人来遮，咱过来文化精神来拍咱台语的电影。为着怀念文熙，伊的经典电影《再见台北》，初八暗时，民众会当来全美戏院免费欣赏。母亲节即天，大家做伙唱《妈妈，请你也保重》，嘛希望文熙歌声会当流传。妈妈，请你也保重。记者邓家文录制台南报道。文熙演的《再见台北》是伫1969年翕的，是以流浪吉他手的形象带入当年多元的音乐风格。其实为1955年到1981年是整个台语电影的黄金年代，出产千外出的台语片，你想会到的各种题材拢会当翕做电影。透过镜头，咱做伙回去迄个台语电影的黄金年代。看电影是袂少人的娱乐消遣，但是观众朋友敢知影？1955年到1981年是台语片长兴的时期，其中1966年这一年，台湾拢总出产257出电影，伫全世界排第3，台语片就占7成以上。迄时阵的台语片类型百款。包括歌戏、民间故事、爱情文艺、族群融合等等。过去的台语片，因为伊的产量真大，所以讲伊的这个片的类型其实讲真丰富。迄当阵会当讲啥物伫咧流行，其实台语片就会拍啥物哦。所以讲你会当看到有歌戏的这个台语片，甚至讲迄当阵这个英国的这个007当咧流行，台湾嘛有这个间谍片。他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天字第1号。1962年，英国间谍片第7号情报员一推出，引起全球的热潮。台湾也伫2年后推出头一出间谍片《天字第1号》，也有一出改编美兰夫人小说的《地阁新娘》，嘛是当时恐怖片的代表作品。剧情对时代行，有观众的支持，互台语片市场正加热。连带伫电影产业界创下济纪录。台语片伊过去毋但是伫咧台湾真红尔，伊甚至阁外销到其他的国家，亲像咱这头一部的这个台语片四平贵甲王宝钏，伊甚至阁外销到东南亚。过去台语片的伫咧东南亚嘛有这个市场存在哦。台语片伫台湾嘛是真红哦，甚至讲迄当阵就有即个商人起来办即个台语片的影展，甚至嘛有台语片的这个金马奖哦。1955年到1981年，台湾电影工作者翕出千外出的欧美台语片。头一届台语片影展伫1957年举办，也是台湾头一遍出现金马奖的奖项。当年台语片拍落来基础，
对后来台湾影视产业的发展有正大帮助。台语电影产业内底有足侪人才，不管是演员、摄影师、导演，或者是技术的编剧，这块人才拢因为产业兴起来，所以愈来愈多。这个人咧后壁嘛，拢进入到国际电影的产业内底，或者是讲电视界或者是唱片，这拢有。所以咱嘛会当讲，台语片的时代是一个咱台湾电影电视产业的一个摇篮。1955年开始弘光全台湾的台语片时代，后来因为政府的政策、市场的转变，欧北的台语片在1970年代了后开始衰退。但是百项故事并无因为时间的行，就安尼消失去。其实规个社会的这个感情的结果，拢是小煞连做伙。咱即马会看来欢喜、会哭的物件，其实以前嘛拢有。所以去了解咱的以前的这个电影，其实嘛是加一寡了解阮家己，咱家己是对倒位来，要按倒位去的方法。台语片虽望亲像花蕊花开花谢，短暂风光10外冬，但是并无就此行入历史。颠倒是开花结籽，继续影响随后的影视发展，嘛是咱了解英国社会的一个门路。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若想要更加了解台语电影，实际来看台语片是上好的办法。但是真侪台语电影经过几啊十档的时间，底片拢已经变质啦。即阵国家电影加视听文化中心保存180出左右的台语电影，已经修复20出。修复好的电影除了伫国内播送，也会伫美国、欧洲推广，望更较侪人做回来欣赏台语电影的风华。变质的老电影底片发出一阵一阵的臭酸味，顶悬阁有济济结晶。若想要把这个旧电影底片阁摕出来放，真正考验修复的功夫。头一步，先把底片一格一格去做数位影像。变做数位的影像了后，阮就有法度用电脑去甲用自动的方法，甲用人工的方法去甲一格一格来看。若是阮看到讲这个物件，毋是较早你咧翕电影的时阵会出现的物件，阮就会当用电脑去甲摕掉。毋但影像爱大家检查，声音的修复嘛共款真够工。尤其若是拄到素材无够的时阵，就真学修复完全。优丽花的单三五娘，伊是台语片内底最罕一看的彩色片。彩色片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伊体型若无条纹的时阵，你咧修复你，因为伊已经拢无色啊，拢无色水流咧，这就歹佮甲修复转来。除了影像甲声音，字幕嘛是电影真重要的一部分。影视听中心为校对字幕的过程，就发现过去一寡台语翻译做华文有写毋对的所在。伫册乱内底有一个所在，其实就是字幕写毋对的。这个男主角伊是旧姓，敢若是旧姓陈，伊去用招，落尾就变姓林。伊一个人伫遐捧一杯茶，伫想伊的前女朋友的时阵，这时阵边遐有一个人甲嫌讲林先生，但是因为字幕拍毋对啊，林先生听起来可能讲，甲你咧想啥有一块淡薄相像，所以字幕拍你咧想啥。修复了后的台语片，除了伫国内放送，影视听中心嘛会做海外推广，伫美国、澳洲拢有机会看到台语电影。那当地有一个就是叫做奥斯汀亚洲美国影展，那其实是以亚裔美国人的观点去策划的一个影展，所以我们在4月的时候就有一个合作，那个时候叫做他把那个策展的主题叫做 Unleashed Desire， 就是被解放的一些欲望，然后他们就选了4部的台语片。就是像《大小梅花鹿》啊，《危险的青春》等等。国家电影甲视听文化中心目前收藏180出左右的台语电影，到今已经修复20出。目前按算一年至少修复1出，让台语电影会当风华再现。记者李欣如、谢桂林曾派文台北报道。先生就摕杯仔互伊啉。
啊，小姐哦，煞双手安尼，甲杯啊撒好开，啊，搁比先生的嘴，啊，搁比家己的喙。安尼是啥物意思咧？什么意思？就是爱先生用喙甲吃安尼。欢迎登来代志挂大条。咱对头拄只影片内底会当看到过去咱的台语电影有一段风光的时期。今日来宾邀请唔甘愿的电影史的作者苏志兴苏伟来甲咱讨论迄段台语片的时代。苏伟欢迎。苏经理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志兴。咱讲到台语片时代啊，其实咧讲的就是1955年到1981年这段时间哦，咱台湾所翕的台语电影，咱短短20档的时间，会使讲是轰动全台湾哦。咱先请教苏伟，迄个时阵的台语片到底有偌情？其实咱会当看到，因为迄当阵台湾哦，有超过70%的人伊的母语是台语哦，所以台语片伊伫咧迄个时代伊的红，其实是真自然的代志。啊，而且吼，所以讲迄当阵即个台语片，伊伫台湾的产量其实是真大的，但伊会当有超过要120部的即个电影的产量，而且即个台语片哦，伊毋单是即个轰动全台湾尔，伊甚至搁外销到其他的国家，亲像即东南亚的即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甚至外销到日本，甚至是到美国的即个华侨的所在，所以你会当讲即台语片，伊毋单是伫咧台湾红尔，伊是伫咧咱规个即个东南亚拢有一个即个所谓的即个互络文化圈的即个大的市场。咱即阵搁翻头转去看，咱才发现讲，哇，迄个时阵拍落来基础真惊人吼。即个记录毋但是伫咱台湾，咱嘛行出去到东南亚。但是为什么咱行过遮尔风光的这段时期了后，会变成唔甘愿的电影史咧？其实我写这本册，我的册名会叫做《唔甘愿》哦。一个上大的原因就是讲，你看咱头拄仔讲遮的历史哦，其实真侪人拢唔知影。像我家己嘛是到我要大学4年的时阵，我才知影讲，过去要超过1200部的这台语片哦，我过去一部片的片名拢唔知影。我要到我22岁的时阵，我才知影讲啊，原来台湾历史上有台语片这种物件，捌存在过哦。你想讲，咱大家拢知影讲过去，咱知影玛丽莲梦露啦，咱知影美国的詹姆士迪恩，但是咱台湾咱家己上红的过去的遮个名称，像白兰、像永明，遮个人咱过去毋知影因的丰功伟业，所以讲因伫遮的即个导演。也是伫遮的这影星，因心目中因着有一种唔甘愿的感觉，就是讲因过去的这历史哦，就互人放煞袂记。所以讲这就是我的这个册名的号做唔甘愿，一个上重要的这个原因安尼。可能咱到即阵啊，吼，咱台湾的民众对台语电影的认捌嘛，也无较侪哦，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会使加来熟悉，咱迄个时阵到底有发生啥物代志。咱若讲到迄个时代的台语片啊，大家一定会讲到就是头一出的台语电影，咱讲《四平贵甲王宝钏》这出电影，迄个时阵嘛是造成真大的轰动嘛。四平贵甲王宝钏其实算讲是台湾。头一出，这35里面的这个台语片的这个电影哦，伊的导演叫做何基明。其实何基明我大概介绍伊的时阵哦，我拢会讲伊是这60年前的魏德胜啊。是安怎呢？因为何基明甲魏德胜同款哦，伊心目中伊想要拍的电影是这个1939年的这个雾社事件，就是这赛德克巴莱这个电影。毋过伊就甲魏德胜同款哦，伊虽然讲伊想要拍即个雾社事件哦，毋过伊迄当阵无钱，所以伊就要先拍一部这商业电影，证明家己有即个票房实力，伊才会当拍伊心目中的即个理想的即个创作哦。所以伊头一出电影哦，伊就先甲这卖了公路社的即个陈定山合作。拍即个大家拢知影，迄当阵上唱的这大众娱乐啦，这歌戏的这四平贵甲王宝钏，迄当阵想要看电影的人，毋是讲阿公阿嬷才想要看台语片尔，是少年人嘛想要看讲到底伫咧这大荧幕顶悬听到家己的母语是啥物款的感觉？这是迄当阵真侪台湾人的即个心情安尼。那你有讲到即个何基明导演啊，伊是先为即个大众娱乐即出电影来出发，但是伊后壁其实想要翕的是雾社事件，是咱即个民族即个故事，所以代表迄当时其实咱的整个翕片的内容其实嘛是100%款的嘛。嘿，对。
因为迄当阵，阮头拄讲这台语片伊的即个产量后来真大嘛，啊产量大的时阵，其实大家的故事就会真多元啊，所以讲迄当阵台语片的故事的内容就有真侪，有歌戏电影。啊嘛有为这台语的歌曲改编的这个电影，像这乌雅辉改编的这个时装电影哦，嘛有这个历史事件，像这雾社事件，或者是这鸦片战争哦，也有请外国人，也有戴假发来演外国人的这种哦。或者是这为国外即马咧流行啥物，咱台湾就翻拍啥物哦，所以你会当看到过去这台语片即个内容，也是伊的类型，其实是非常的多元的安尼。民众的选择嘛介济哦，嘿，足丰富的。佫有的导演啊，其实为着想要发展家己的电影事业哦，会家己开即个制片厂哦，包括咱大布景啊、演员啊，抑佫伪装这个专业训练，拢伫制片厂来完成。对。亲像即个桃园有一个即个叫做林团秋，其实因爸爸是即个三峡的大爆矿坑的即个矿主啦，所以讲林团秋伊其实算讲是富二代安尼。伊迄当阵的理想就是讲，伊就唔相信讲台湾人伫台湾拍台语片袂兴哦，所以迄当阵就有一个理想，想要甲台语片的事业甲壮大，所以伊就甲伊的影业名称叫做裕丰影业哦。裕丰就是玉山之丰，咱知影玉山哦，就是咱日本时代互日本殖民咱有一座比日本任何一座山拢搁较悬的即个新高山，所以号做裕丰，你就知影伊迄阵有伊的即个文化的理想伫遐。伊即个伫即个咱即摆的即个桃园甲树南的即个交界处，起一个湖山制片厂哦，内底就是用这制片厂的即个规模，伫遐培训演员，然后伫遐咧拍电影，然后伫内底训练演员，佫考试，佫找老师来甲学生训练安尼，就亲像即摆咱看这韩国的练习生的这种制度共款。其实伫咧即个1958年，咱台湾就捌有安尼就系统化咧培训演员的这种想要壮大台语片的这种事业。但是咱即摆若个翻头转去看即个台语片的时阵啊，吼，志兴你会感觉讲，咱咧看台语片，敢有啥物较趣味的点？其实电影伊嘛记录着咱过去历史上咱真宝贵的这台湾的记忆哦。伊毋若是保存了过去60年前咱全台湾大个所在生做啥物款的这个咱过去的文化记忆。而且过去的这个台语片，你嘛会感觉讲，过去伊的这个剧情的故事，有时阵嘛会打破咱过去对台湾的这个。有时阵，咱对台湾的历史哦，常常有一种较保守的想象，想讲咱过去阿公阿嬷迄个时代，敢若是一个温良恭俭让、较民风淳朴的时代。但是你若看一看台语片，你会感觉讲，敢安尼？嘿，毋是安尼哦，就亲像我看一个歌戏电影。内底吼，歌戏你知影就是女生反串小生嘛。内底有一幕就是讲这小姐喙焦爱啉茶小姐就叫先生爱摕杯爱摕水互伊啉。先生哦就摕杯互伊啉。小姐哦煞双手安尼，甲杯撒互开。佫比先生的嘴。佫比家己的喙，安尼是啥物意思？什么意思？就是爱先生用喙甲吃安尼，所以说后来就是先生用喙啉水甲吃安尼，你就看这个镜头拢留落来，你就知影讲过去咱台语片其实尺度嘛是很多元安尼，毋是像咱过去想的民风遐尼淳朴保守安尼。咱的即个电影艺术创作嘛，无受到限制。对。就是讲，迄当阵台语片的可能性真侪啦。就是讲，毋若一种台语片，其实台语片有真侪无共的即个可能存在安尼。咱佮讲到啊，其实即个台语片的时代啊，咱讲70年代了后，伊豆豆较衰退，伫即个1981年了后啊，吼，就安尼消失去啊。但是就你的研究来看，台语片敢真正就安尼长进去啊？其实伫我的即个研究内底哦，我会感觉讲，这台语片的消失其实有分做2个阶段哦。
头一个阶段是为60年代哦，这电影为黑白转向彩色的时阵，第一批伊普遍第一批伊普遍面对着一种这彩色天放的一种限制哦，就是讲电影人你若是要拍彩色电影哦。大家拢较会选择讲去拍彩色的国语片，袂去拍彩色的台语片。是安怎呢？因为迄当阵的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就是补助你去拍彩色的国语片哦。所以讲，后来这个想要有心想要继续拍彩色电影的这个导演哦，像咱头拄介绍这林福地，也是桂南红这个导演，因后来就干那会当拍这彩色国语的这武侠电影哦，因就无继续拍这台语片哦。啊，所以这是这台语片面对的头一个关卡哦。啊，继续要拍台语片的这个导演，因就干那会当拍黑白这个台语片哦。啊，这继续拍黑白台语片的这个导演，伊就面对着第二个关卡，就是讲，当全世界的这个电影拢已经完成彩色化的这个转型了后，这黑白底片就开始愈来愈停产。啊，愈来愈停产，啊，台湾迄当阵佫开始有这贸易的管制了后，这黑白底片的进口就愈来愈困难，啊，就开始面对着这无底片通好拍的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所以讲，迄当阵嘛，因为电视的这个制作环境嘛开始出现啦，所以真侪这台语片的影人，伊后来就选择讲，因为嘛无法度继续拍台语片，也无赚头啊，所以伊就转去拍这台语的这电视剧，啊嘛创造了咱台湾真侪人这共同的回忆哦，像这西丽七剑，这真流行的这台语连续剧，迄当阵的这个黄金的传奇安尼。所以其实伊遮的电影发展嘛，伊对后来影视产业发展其实有拍下一寡基础嘛。对。因为咱会使讲，这台语片哦，其实算讲是台湾的这个电影，也是电视，咱这娱乐产业，这影视的娱乐产业化的这个起点哦。所以讲，咱后来这个台湾的影视产业哦，你会当讲，伊毋若是人才、钱财、器材，还是题材哦。台语片伊其实拢有真侪这个影响甲传承伫咧内底。最后想要请教授的哦，咱咧讲台语片啊，其实是咱即卖人过去翻头看迄阵的电影，咱安尼甲称呼的。咱对当代的电影，敢会有台语片的这个称呼咧？迄当阵的台语片其实是一个真特殊的产物啦，因为迄当阵哦，咱头拄仔讲这台湾有超过70%的人伊的母语是台语嘛，所以讲迄当阵台语片的这个设定哦，就是毋管你是啥物人，你伫片内底拢是讲台语。你是外国人，你伫台语片内底，你嘛是讲台语安尼。所以讲哦，这是台语片伊的一个故事的设定啦。毋过咱即摆看到的这个电影哦，伊若是讲台语，其实伊较是即摆电影伊若是用台语发音哦，伊其实伊的设定较是自然发音的设定，伊就是讲。啥物人会讲啥物话，伊就互伊讲啥物话安尼。所以讲，咱即摆哦，袂讲伊特别讲伊是台语片，伊是国语片安尼。伊就是讲伊是自然发音，伊背景伊应该是讲会讲台语的人，伊就互伊讲台语安尼。所以讲，咱即摆就袂讲有特别一款电影就互做台语片，有特别一款电影互做国语片。咱即摆就是互有一种较自然发展的即种现象安尼。毋过我感觉讲，咱即摆台语要复兴吼，面对着过去这咱捌受过着这咱过去讲这国语运动的这个限制了后，咱即摆的这本土语言要复兴，咱即摆就应该爱受到更加侪的这个补助啊，更加侪的鼓励，咱才会当去扭转过去咱过去受到的这压迫甲无平等的这个待遇，咱才会当去。有一块改变嘛，所以你会当看到咱当开始咱有一块预算，也是开始有一块补助了后，咱会当看到咱即摆伫台湾这本土语言，毋若伫电影，也是伫电视，也是伫音乐，咱会当看到咱即摆本土语言的这个发展，确实嘛愈来愈多元啊。像台语的这个像这几年的这个台语的这个电影，你会看到像即摆票房破亿的这几年的电影，像《当男人恋爱时》也是歌味，内底这台语的成分拢真侪。台语的电视剧像像这《熟女养成记》，伊嘛是甲咱过去想象中的这个台语的8点档，真无感觉的一种偶像剧的这种台语的连续剧。
啊，音乐嘛是共款，有真侪无共类型，甚至有爵士风格，也是电子风格的这个台语的音乐，啊，毋拿摇滚乐啊，所以讲你当看到咱即马这个量变带动质变啦，会当看到咱台语的这本土语言的文化有开始有愈来愈侪无共款的这个类型跟的内容安尼。嘛，期待咱未来这个影视作品啊，会使佮甲咱的这个生活语言豆豆扣转来吼。是。咱讲到咱即个台语片啊，红光行过20多档的时间，观众朋友若有闲，嘛会当找一出台语电影来欣赏，无你较有无共的感想。今日非常感谢所有的分享，多谢苏静，多谢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这礼拜代志挂大条，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回再会。它原本是埋藏在地底下的。那我们现在把它搬到地面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怎么做过滤的。它是除了水泥面以外，上面还会泼虎浆，就是黄金。